改毛病，治脾气。哇，要有始有终。要不开文的。光科爷爷是飞的。要不写写。好好说道。好，好棒，给我个卫生神奇杯。哇，感恩啊，感恩真爽，讲就是有营养，好，各位浅浅，那你听有无？感恩。有哈，修道会什么？从容容，对吧？你来修道，从容，游刃有余嘛。啊，如果不修道呢？连滚带爬。哇，侪人无修道哦，到拄着代志就要来求啥？求佛祖嘛，对不？好，修道哦，要有始什么？有终啊，有始无终怎么样？不堪为人，你知道这谁慈悲的吗？关圣帝君来慈悲哦，讲只要老人。